大家好，我係你嘅輔導心理學家 Dr. 梁，歡迎嚟到偉心故事系列第3個故仔《遠親不如近鄰》嘅第4集，一場小誤會。話說喺活動結束之後，狐狸先生發現松鼠先生喺冇通知佢嘅情況之下，更改咗一啲資金嘅分配方式，令到狐狸先生誤以為對方唔信任自己，而兩個人嘅關係亦都因為咁開始起咗一啲變化。咁我哋睇下跟住佢哋點樣發展落去啦。響倫理日活動完結之後，傍晚大家收拾緊社區空地裏邊嘅物資。松鼠先生正喺度搬一啲嘅箱，搬到都有啲攰。而狐狸先生攞住帳簿，面色凝重嘅睇住手機。佢眉頭深鎖，心裏邊諗緊，佢竟然擅自改咗資金嘅分配，係唔係覺得我做得唔夠好啊？原來響活動結束之後，一筆未經通知嘅調動，令到狐狸先生感覺到信任嘅裂縫。呢一日，狐狸先生同松鼠先生響社區裏邊擦身而過，佢哋都耷低頭，冇出聲，冇打招呼。冷戰靜靜開始啦。響沉默裏邊，大家嘅誤會亦都更加加深咗。呢一日，狐狸太太同松鼠太太一齊飲緊咖啡。佢哋都好聰明，知道似乎大家嘅先生出咗一啲問題。松鼠太太就話啦：佢哋咁樣僵持落去唔係辦法噶噃，需要有一個合適嘅環境俾佢哋可以大家溝通一下。狐狸太太亦都話：咁交俾我哋啦，啲細路仔都可以幫手噶。狐狸小姐同松鼠仔響客廳裏邊畫緊一張海報，海報嘅題目係今晚一齊食晚餐。佢哋準備邀請兩家人一齊去食晚餐，俾個機會大家嘅爸爸可以溝通一下。晚餐終於出現啦，兩家人坐喺度一齊食飯，而狐狸小姐同松鼠仔就靜靜地咁偷睇下佢哋嘅爸爸，睇下佢哋有啲咩反應。跟住狐狸小姐就細細聲咁講：你哋覺唔覺今晚嘅氣氛有啲緊張啊？呢個咁微妙嘅氣氛，亦都顯示咗大家嘅心意慢慢嘅響度發酵。直到咁上下嘅時候，狐狸先生終於放低佢嘅湯羹，用好平靜嘅語氣同松鼠先生講：嗰日我睇到資金嘅分配表，心裏邊有啲唔係咁舒服。而松鼠先生亦都話：對唔住啊，我冇意識到你會咁樣諗，我只係諗住慳少少時間啫。似乎大家嘅坦白係開始化解彼此之間嘅誤會。經過咗大家嘅解釋之後，大家終於明白，原來佢哋都有共同嘅目標，只係表達方法唔同啫。佢哋
終於都冰釋前嫌，大家都好開心，一齊舉杯乾杯。而小朋友見到兩個爸爸終於都和好如初，佢哋都好開心，拍晒手掌。其實人際關係裏邊嘅誤解，如果未處理，好容易強化咗自卑同埋疏離感。勇於溝通，理解他人嘅觀點，係建立成熟關係嘅重要心理能力。柯德勒話：成熟唔係冇衝突，而係有修復嘅能力。正向心理學相信，情緒同埋關係嘅修復係心理韌性嘅關鍵。下一集春天嚟啦，狐狸先生一家同松鼠先生一家，亦都係響社區裏邊種低咗象徵住希望嘅櫻花樹。我哋下一集見。我係你嘅輔導心理學家，Dr. 梁。